苗栗县长徐耀昌伫郭台铭造势活动时话讲要来甲国民党落架。今仔日透早，伊伫面册刊文讲决定要来退党。伊佮讲国民党内底呢，就是密室的政治。朱立伦是表示讲，虽然遗憾，也毋过呢是会照这个规定来处理。来处理，当然我们于私啦，大家都是老朋友、好朋友啊，我们也感到非常不舍跟遗憾，但是还是回归一句话。这个大家庭是属于大家的，我们必须严正的按照党纪来处理。那我们希望这个过程当中，小恩小怨或过去的这些都不是重点，真正的重点是大家都在为了中华民国，为了两岸的和平，为了公平正义，必须要下架民进党。我们稍微问一下啦，好不好？就是对啦，就我们可不可以稍微讲一下啦？不方便。真的吗？那我们什么时候会公开跟我们说一下吗？可以吗？不方便的。会不会找个时间啦？可以。改天这个是吧？好不好？好。徐耀昌今仔日拄到媒体访问，伊无进一步的回应，也毋过伊伫个文章内底是讲到国民党无支持校友谊，互人真伤心。国民党的前庭是全部拢乌有去。苗栗县长郑东锦嘛表示遗憾，也毋过伊是尊重的。伊讲过去国民党执政的时，苗栗的财务困难，等到是蔡英文上台了后，才渐渐改善。